英雄的女儿却爱上了最大反派的儿子，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利益驱使？而面对母亲的质问，克洛伊明显表现出了不耐烦，怕破坏气氛，急于摆脱父母的好言相劝。其实格瑞斯的担忧并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伪造克隆体就是哈奇父亲的杰作，现在也不能排除是不是父子共同谋划。为了掌握实质性的证据，沃尔特准备进入克隆体的大脑，可由于克隆体脑子残缺不全，很有可能被困在其中而死。于是想到完全继承他能力的女儿雷光，不过他唾弃绝不杀戮的绿鸟，早就改行做了只认钱的冷血杀手。此刻他正在日本执行暗杀任务，目标是当地有名的黑心财阀。知道宿敌无数，早就事先雇佣了贴身保镖，但雷光之前可是经历过很多实战，应对这样的突发状况不在话下。保镖只会时刻保持冷静，克制局势的恶劣，而杀手往往更加冷酷无情，在战斗中更能毫不犹豫地采取极端的手段。财阀很快就变成了待宰的羔羊。どこに行こうと思ってるの？关键时刻，雷光却像雕像一样定格了。原来是沃尔特潜入他的脑子请求援助，与其说是请求，倒不如说是威胁。因为财阀正命令保镖解决雷光的肉身，别无选择，他只能同意，却特意开出1000万美金的天价酬劳，只为讽刺自以为站在阳光下的正义联盟。有了女儿的协助，沃尔特准备实施计划。其实表面上看困难，做起来还真的挺困难。之前沃尔特走过的路线已经行不通，开辟新的路径需要强大的意志和体力。克隆体的脑波也逐渐开始崩溃。就在通道即将关闭的前一秒，沃尔特成功了，果然在克隆体的记忆中看到乔治的身影。奇怪的是，他竟然没有变老，还是年轻时那个海王加渣男的做派。看来他当年背叛正义联盟后，一直在谋划着重返的巨大阴谋。老友重逢，没有废话，直接开干。这种特定的情况下，沃尔特根本不占优势，何况他还是用脑的文官。可奇怪的是，乔治并没有灭口，而是放沃尔特回到了现实。难道是要他回来报信吗？George cloned Blackstar。与此同时，一直伪装乖宝的乔治儿子采取了行动。哈奇潜入我国深圳的私密机构偷东西，但他没想到保险库里竟是抽真空的。意识到危险想跑，却因为缺氧静音，无法发出指令传送。你说制造金箍棒时，将语音控制改成骨传导不就好了吗？如果没有氧气，人类的大脑4至6分钟就会遭受不可逆的损伤，大约6至10分钟后就会彻底死亡。即便不被潜水安保打死，也迟早会被憋死。幸亏克洛伊突然打破逆境赶来搭救，房间的氧气指数迅速回升，没有了优势，安保很容易就被解决。毕竟克洛伊也是异能者的后代，其中一个安保开枪反击却毫无作用。你在开玩笑吗？随后克洛伊一拳打坏柜门，拿到哈奇想要的东西。其实他要偷的是核能电池块，偷它是为了启动仪器寻找父亲的项目。原来他们父子没有联合，难道幕后黑手还另有其人吗？不过危机并没有结束，神秘人偷偷放出正义联盟的死对头黑星。等布兰登与父亲赶到，这里早已经寂静的令人窒息，所有看守无一幸免。父子俩分头寻找黑星的踪迹，刚分开，布兰登就遭到黑星的偷袭。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才演出。之前谢尔顿性命攸关，儿子打破了父亲定下绝不杀戮的律条，如今父子的角色调换，父亲是否会因为亲情放弃毕生的信仰吗？ Let him go. Your son took a life to save you and Gracie. Can you do the same to save your boy? 对于谢尔顿来说的确很难取舍，不过他还是选择开杀戒救儿子。此时其他人背后袭击，布兰登也趁机摆脱控制，最后3人合力活捉了黑星，父子之间的考验也就此告一段落。眼下唯一知道幕后黑手的人只有雷光，因为探寻克隆体的记忆他也有参与。罪魁祸首就是他的父亲沃尔特，是他制造的克隆体嫁祸给失踪的乔治，又特意放出狱中的黑星，将所有人的焦点转移出去，就是为激发2代英雄与老家伙决裂，从而推举出新的掌舵人。This country is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. Thanks to Sheldon's laissez-faire attitude. And there's no one else to blame. 雷光并不关心国家操控在谁的股掌之间，他就是想在老爹这里敲一笔竹杠。隐藏如此之深的沃尔特，怎可能允许他人酣睡？亲爹潜入雷光的脑子，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，为自己后续的阴谋做准备。